大家好，我係心情行動慈善基金嘅輔導員 Joseph 辛志雄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生命自覺，一種揾返自己內在智慧嘅方法。你有冇曾經試過焦慮、抑鬱、煩亂，甚至無不知所措？生命自覺係一種有實證支持嘅方法，可以幫助你返到自己嘅身體，揾到內在嘅智慧。事實上，身體一早就已經有咗答案，只不過我哋聽唔到啫。當你能夠放慢腳步，溫柔咁留意身體裏邊嘅感覺，包括喉嚨、心口、腹部呢啲位置，你可能發現身體已經有啲信號傳遞緊畀你。呢啲嚟自身體嘅訊息，我哋稱之為意感 （felt sense）， 一種你嘅身體對當下情景嘅覺知。不如而家我哋一齊嚟試下，揾唔揾到呢種身體嘅感覺啊？大概需要5分鐘。嘗試揾一個冇人打擾你嘅地方，俾自己靜靜地坐低，雙腳平放喺地下，自然呼吸，然後問下自己，而家呢一刻我嘅身體感覺如何？可能你會發現身體裏邊有啲緊喎，麻木、壓抑、冷漠，或者唔識得點去形容。無論係邊一種，我都邀請你同佢打個招呼，畀佢知道你感覺到佢啦。呢一個 hello 就係通向身體智慧嘅鎖匙。當身體接受咗你呢個 hello 打招呼，你嘅內在導航系統就開啟咗啦。隨住你日復日嘅練習，你嘅思路會變得清晰，你嘅焦慮亦都會慢慢咁減退，你會更容易決定下一步可以點樣行。記住，你身體係透過感覺嚟表達嘅，學習佢嘅溝通模式，就可以揾返你嘅內在智慧啦。